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警察局南港分局的警备队有一个35岁队员，上班时间常常拢安尼细心细心，分局怀疑伊有食毒，就主动落军装搜证，总摕区票到伊厝来搜索，果然超出着毒品安非他命甲食毒的假释，分局马上就来处理了，记2支的大告，嘛加免除职务。 出动几名警察，甲查甫人送上警察车，掠过遮尔侪嫌犯，想到这摆掠到的竟然是家己人，阴闹毒品，阁是台北市南港分局的警备队队员。 常常伫咧社群媒体分享生活记录，真农说讲姓王的警备队员个性真好，毋过嘛讲到伊伫咧处理公文和做代志顶，就真无顶真。原来这名王姓警备队员在工作中常常打瞌睡，还有多次公文延宕，被同事怀疑可能私下有吸毒倾向。南港分局主动侦办之后，果然在他的家中找到安非他命还有吸食器。经过了解，姓王的队员过去捌伫咧信义分局做6年，尾仔调到大安分局侦查队，去年底才自愿调到南港分局警备队。不过警察讲，早就伫咧大安分局时，就感觉伊人怪怪，敢若有伫咧捌毒品。经过半年的收集证据，伫咧昨暝，警察早搜索票，伫咧新北永和因兜找到安非他命，分局嘛随来给处罚。王远的部分已经不适任警察工作，将依公务人员考绩法、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予以记2大过及免职的处分，秉持警纪警办的一个精神及不掩饰、不避重、不护短的态度。分局强调，绝对袂按家己人，所落来卖继续调查，敢告别的警察涉案。姓王的队长现在食毒，毒品是为倒位来的，敢有私底下卖互别人，嘛正做检警追查重点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